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2，箴言24章19到20安尼讲：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，嘛毋通轻视歹人，因为歹人无好结局，因会顶会花气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无为歹人心内不平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公义的真神上帝，你的名是阮要学老甲称颂的。你的公义临到伫全地，你的信息遍满伫通世间，你的权能充满伫宇宙中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阮要逐日来报扬你奇妙的所做，也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世间虽然有济的不公甲不义的事，互阮会心怀不平。主啊，总是你爱阮无为做歹的来生气，因为心愿是在伫你，所以你爱阮无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，嘛毋通轻视因，因为歹人无好结局，因会顶会花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